觀眾朋友對港國之後，繼續收聽提教國際。呢個禮拜新聞幕後，同你大家嚟關心係美國總統川普上任之後，頭一擺亞洲訪問香港。今日節目地圖為大家繞場度貼片裏邊係談講台學，同時係文化台學貼片教授為大家繞場度係陳志信陳教授，老師您好。好，各位觀眾好，你好。謝謝陳老師再一次來到我們節目。那我們看到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正好是這個川普打敗希拉蕊。他確定成為美國的總統。那經過1年之後，很巧的，現在川普在亞洲。為什麼我要特別講這件事情？是因為其實我們知道美國的一個重返亞洲，某種程度上是希拉蕊擔任國務卿的時候所提的。那我們能不能講說，現在川普在做的其實是實踐他當時的政治對手民主黨的希拉蕊所提的這個政策？那這樣一趟亞洲行程，我們林林總總看起來有將近12天，不算短。整趟行程來看，就陳教授的分析，有哪一些重點？第一個重中之重當然是中國，美國要從中國那邊呢得到讓那個貿易能夠平衡，那麼還有北韓問題也需要中國大陸的合作。那麼第二個呢，我認為重點在日本。日本這次呢非常的扮演一個重要的一個角色，這個重要角色是川普提出這個菱形鑽石4國聯盟的一個基礎。日本很早就推動了，安倍尤其熱衷於此啊，可以說是在日本他再一次贏得大選，現在又獲得他的眾院又勝利了，然後呢，現在呢，安倍又來，他給他高規格接待，白天中午吃美流，晚上吃淡和流，對，當然是很極盡享受這個之極啊，可以說是，但是呢，川普呢本來是對日本有很多要求的，這次。也不好說了，貿易上就不好說了。貿易上，安倍避而不提，說我買武器好了。對，哎，也很好啊，買 F-35買不少架。那麼日本也需要。另外一方面呢，美國的這個薩德系統也新的一代的也會到日本來。那麼所以說，日本是美國的堅強盟友，而且跟韓國比，你可以看到，日本待2天多，韓國是待1天。對，首爾1天就走了，1天走了，當然有大小眼了，有這個所謂這個區別待遇。為什麼有區別待遇呢？一方面。南韓這個盟友不夠忠心，3心2意的，不像日本呢，就是比較鐵桿盟友。對，沒有日本呢，美國的亞太政策是空的。那麼現在呢，日本不單是這個美國的忠心的盟友，而且呢還蠻臭趣的。曉得習近平在19大之後呢，權力一把抓，是聲勢很高，對不對？那麼假設是川普跑過去，卻沒有帶着一個等於是一個後盾的話，那麼好像在習近平面前就會矮了一小截。因為前幾天我們才跟觀眾介紹上個禮拜的《經濟學人》雜誌，它的封面寫 "The Most Powerful Man"，擺的是習近平的照片。以往我們知道，在 Economist 會上最有權力的人，通常都是美國的元首。對，這一次既然選了中國國家主席，現在《泰晤》雜誌也好像說美國式微了，日本中國起來了。這就是因為19大這個習近平展現了威風啊，他表面上說是雖然是比肩毛鄧。但我看比毛澤東還強啊！毛澤東一輩子都在鬥爭，到最後才比較穩定啊。那習近平那麼現在19大前就搞定了，對，權力鬥爭已經結束了。那麼跟鄧小平相比，也是超越鄧啊。鄧小平一直沒有做那個名義上的領袖啊，只是他雖然是中國強人，但他的經濟開放卻對中國造成很大的改變。習近平還會做出，他認為他可以做出更好的，或者至少相當的改變。所以比肩毛鄧，還算是客氣了。哎，所以說當然權力一把抓，手下子弟兵、習家軍全部進入中央委、就中紀委，那麼當然是別的國家領袖可能沒那麼強的。哎。那這一趟行程就如同剛才我講的這個巧合，1年後，他算是在實踐美國再一次的重返亞洲嗎？不完全，其實現在還差了一大截。哦，所謂軍事上，他4國聯盟似乎有超越奧巴馬之勢，對，或者希拉蕊之勢，但是呢，他少了一個 TPP 啊，他在上任第1天就把 TPP 給了砍掉了。那這個光是靠軍事力量是不足以支撐美國亞太的政策。可是他提了一個 Indo-Pacific，Indo-Pacific 就是4國聯盟啊，那就是可以取代奧巴馬的重返亞洲。但是奧巴馬重返亞洲還包括一個經濟的一個要政策，就是 TPP。TPP 是一個 pillar， 就是等於是奧巴馬的這個重返亞洲政策或者 rebalancing 再平衡亞洲政策一個大支柱。所以少了 TPP， 我看這個跨太平洋夥伴協議呢，那麼川普呢如何將來一個轉彎？
哎，这个不管是急转弯还是慢慢转弯，它总是要回到 TPP 的。可是老师讲到这个印度太平洋，这个 Indo-Pacific， 我记得川普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的诉求是讲说，希望以公平贸易来增进美国的繁荣，当然就是他竞选时候所提的 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那他讲说用公平贸易这个点，会不会是在剑指，尤其是中国跟印度，其实现在进行某种程度对美国的不公平贸易？那你在来人家的国家来访之前，做这样的一个陈述？其实呢，不止美国总统川普呢，不只是公开点名。中国大陆说你们贸易每年都让我们这个吃了大亏，你们操纵汇率，哎，就是等于是又操控汇率，他现在没讲。对，后来改口了。哎，改口，后来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要请习近平帮忙北韩问题，所以说财政部报告还没出来，川普就说你已经不是汇率操控国了。而且很好玩的是，昨天他在记者会上他说：“哎呀，一个元首为了自己的人民来争取这个利益，我是可以认同的。”竟然变成是180度的大转变。相当大的转变，因为中国大陆给的这个东西还不错，总额高达535亿美元，2425亿美元，因为前面90亿加2535加起来变成2425亿美元。这个，但其实来讲呢，习近平呢这样给出来是有目的的。第一个，让川普印象深刻，不要滴滴答答采购团去买，太麻烦。这样多好看，全世界都公证，都证明了他都目睹了这样一个签订协议的一个发展。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习近平也希望川普能够特朗普这次来呢，能够让他满足，就要回去呢不至于两手空空，有东西可以交代。因为北韩问题，习近平不可能让太多。哎，这牵涉到中国大陆自己的安全问题，所以说他让也是一点点让，但是经贸问题他可以让多一点，但是在川普来看还是太少，因为中国大陆每年从美国赚来的这个顺差呢，好几千亿啊，那2000多亿呢，实在是虽然不能说塞牙缝，但至少是没办法满足川普，但是。我想事情一样要来嘛，一段一段来，不可能说一下子让美国就完全满足，这也是习近平的一个策略。所以这次他们并没有签中美的这个 bilateral investment 的 treaty， 对，双边投资协议，双边投资协那个条约没有签呢，对，没有签的话，表示他将来还留到后面，所以他不可能第一次这个川普访华就给他签了，那以后川普要求更多了。那老师刚才讲到两件事情，假设经济跟北韩，就是经济跟安全两件事情，经济听起来是比较实的，那安全是虚的，看起来是虚的，因为我们看到这一次来访之前，其实美国的一个智库叫威尔森中心，他们就指出说，如果依旧采取在1970年代之后用谈判这个路数来对付北韩，其实是无效的，是无效的，证明如此。目前来看，川普对北韩有其他新的法子吗？没有。他口头上是有新的法子，比如说他在1个月前左右邀请了这个美国的将领，包括他们的太太，到白宫来吃晚饭。然后呢，冒出一句这个神龙见首不见尾的话，是说暴风雨前的宁静。现在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也就是要打北韩之前呢，现在总是有一段安静的日子。那么另外呢，他在Tillerson 在北京说，我们跟北韩有沟通管道，对，可以谈判。那么但是川普马上打脸 Tillerson， 说跟北韩谈判有什么用呢？Tillerson 气得在内部会议中说这个川普是这个低能的，然后呢，川普说还要跟他比赛这个智力测验，看谁是比较低能。但是还有一个，他最近又说呢，川普说对付北韩就一个方法，但也不讲什么方法，故弄玄虚。这个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北韩问题处于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僵局。这次你可以看到，这个金正恩北韩领导人并没有对中共的19大导弹，对，没有发射导弹，发了一个贺卡给他，发了一个贺电。那么这也不一样。第二个呢，他对川普也不太感兴趣，虽然有大小声，但是不敢用行动来搞。对，因为川普已经警告了习近平，可能在上次Bannon去见王岐山的时候就已经透过这个传达这个讯息，一定要中共知道，假如有2种情况发生的话，美国非动武不可。是，第一种是北韩在太平洋是合适，那这个影响很大，而且北韩的它的辐射层是不是能够管控得很好是有问题的，因为它可能用的是脏弹，脏弹就是不是那种那个又提炼出来，而是布那个脏弹。那么第二个呢是北韩假如对包括关岛在内的美国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发动攻击的话，那么
美国会非动武不可，逼得非动武不可。那么习近平呢，晓得这是攸关美国的国家利益，所以也不敢说过度的拦阻，但是告诉美国说，我们的要求是希望你不要军队不要越过38度线。那显然点名是陆军，陆军不要参战。因为陆军参战，就美国来讲，一旦占领的话，就不会再还给中国大陆。第二个是你把金正恩政权拉下来也就罢了，不可以在那边扶植一个亲美政权，那就是要至少要中立的，或者是亲中的。对，假如美国不赞成亲中，至少一个中立政权。但这个但文在寅不可能亲中啊！文在寅怎么可能亲中？文在寅不可能，但是所以这个他会扶植，还是北韩存在。不对，金正现在只是讲他金正恩下台，并不是说整个北韩颠覆掉。那么另外一个呢，其实文在寅当然不见了，文在寅现在也比较靠中，对 ，pro China。对。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个发展呢，习近平川普并不答应，因为一旦开打的话，你不能够限制司令官绑手绑脚。你怎么能够说陆军不能去，不能越过38度线？那不是跟以前韩战或者是越战一样吗？不能越过什么？对，历史的教训认为那个是个战略错误啊！你虽然是一个看起来是个战术错误，其实后来变成一个战略错误。所以这个川普并没有答应。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次他们的声明稿了，说是联合记者会是一个很有玄机，有些是有共识的，有些则是没共识的。没共识的包括哪一个呢？就是北韩问题没有共识，经贸问题取得了相当共识，不错。另外还有呢一个没有点出来的，习近平最想要的什么？新型大国对关系模式，但是川普就是不给。而且上次 Tillerson 到大陆去提到了不对抗、不冲突等等14个字的有关新型大国关系的14箴言。那么回来被美国智库、美国的前官员骂成一团的，所以这个简直出卖美国利益，还没你大陆什么都没做，你就给他这个大国关系还得了？那么所以这川普只字不提，但是显然他们谈过了。习近平老师从什么迹象你会觉得他们谈过？他们谈了一个就是习近平在声明稿里面提到，他过去提的是太平洋够大，足以让美中两国同时遨游。是，那现在提的是太平洋够大，足以让两个这个有影响力的大国在这里面一起从事这个活动。那现在又更进一步了，所以说显然是谈过了，但是大关系双方不愿意在这个公开场合说他们没有达成共识。所以习近平要求呢，既有联合记者会的味道，也有个别记者会的味道。这两者之间。当然，最糟的是把记者会取消，那就完蛋，那就糟糕破裂了，变成。所以现在是有成果，但是并没有很大成果。OK， 那上半场时间先谢谢这个陈教授的分析。下半場同你觀眾朋友講了關心嘅到底禮拜春節會係咩？多少冇咁快就講到了台灣經濟相關的內容，在黑孔之下講到這趨勢的關鍵。好，現在後。大家嗰隻擺進到討論嘅現狀，下半場嘅關注係川普嘅亞洲行，然後台灣有哪啲關係？老師，我們剛才提到這個 Indo-Pacific 這件事情，我們想要請教老師一個問題是，某種程度上，因為它從亞太變成是印度太平洋往南轉，這剛好跟這個我國現在正在推動的新南向政策，是不是某種程度上的不謀而合？那川普就任1年了，我們能看出他在亞洲外交政策的轉變嗎？川普这次提出菱形钻石4國聯盟，也就是印太的一個這個政策，美國的在印太的新政策，其實是並不是川普的創建。第一是日本以前那個一個首相，總之呢，安倍接手下來，他更熱衷推動這個事情。那這個政策，假如說真的成為川普的政策，那川普一向有 anybody but Obama， anything but Obama， 只要说奥巴马赞成时，他都不赞成。对，那这个其实他就是每一个总统都是如此的，不喜欢接受前一任总统的约束。所以他的对于奥巴马的亚太政策，或者是这个再平衡亚太政策，他是不太接受。对，但是现在用一个日本的东西，好像又更怪了。不是美国的东西，反而是用日本的东西。他们不管怎么样，但是呢，这里面呢还有很多人冷嘲热讽，认为这
这个联盟呢看起来距离成型还早。一带一路已经是10了。那么美国的这个亚太这个新政策钻石联盟看起来是虚的。这里面牵涉到一些问题，就是说这四个国家并没有真正的好好组成一个那种联盟形式的一个那个体制。可老师，这里面印度扮演什么角色？它可是一个12亿人的大国，它是等于是跟紧追中国大陆，甚至有人说印度的这个没有报人口的这个家庭呢更多。那所以这可见人口还说不定已经超过中国大陆，所以这也是中国大陆不想世界第一人口的地位呢遭到这个印度赶上来。所以他要加强这个，让他们人民比较更自由的能够生育小孩。那么这另外一个因素呢，就印度是非常重要。印度假如说是退出这个联盟或者不成为这个联盟，这个菱形钻石就不成型了。那么为什么美国为什么要在阿富汗征兵，就是稳住印度的心？否则印度的北边阿富汗是。被这个中共影响到，那印度就玩不下去了，就不可能参加这个菱形钻石的这个4国联盟了。而且印度呢，过去本来宣称是不买美国武器的，但是几年前开始买了美国的 C-17， 就是 C-17的运输机，重型运输机。另外又买了这个美国的这个无人机，而且就部署在这个印度洋那一带。但是最近呢，听说印度取消了一批俄罗斯的军机采购。再次向美国可能向美国表示说有意采购美国，就多元化，它也不会永远只向美国采购，但是一旦呢这个采购这个成型的话，那么澳洲也会向美国买更多武器，日本也会买更多武器。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发展，就是武器标准化。北约就有这种，北约的武器大部分可以是换用的，子弹也可以用的，但不会说是你的子弹摆不到我的枪里面。对，这个是武器标准化。那武器标准化之后呢，就是现在的3边的美日澳还有美日印3边的海上联合演习，规模不够，而且没有作战准则，好像就是行礼如仪的一个演习，表示他们在演习。其实呢，这个没有作战能力，所以一定要加强他们的作战，而且扩大到陆海空3军，而且再加上一个联合作战准则，要产生联合作战的一个机制出来。第4个就是现在的3边的战略对话也好，安全对话也好，太松散了，一定要把它凝聚成一个4国的一个战略安全对话。同时呢，仿效日本、南韩，它都有2+2会议，对，就外交与国防每年都召开1次至少。那么这样子4国联盟就比较微具雏形。那假如没有的话，那都是空谈。所以说大陆呢现在也没有特别紧张，就是因为这个还在空谈阶段，纸上谈兵的阶段，并没有真正达到一个实际的能够威胁到大陆的生存与发展。那么同时呢，美国为什么要把这个联盟推出来呢？就是说，联盟不只是安全，还包括你威胁我的安全那个经济发展。是中国的崛起一定会影响到美国，影响到欧洲、澳洲、日本，还有这个印度。所以说。他们可以夹4国之力呢，像以前清朝末年是8国联军，现在是4国联军呢，来这个要求中国大陆在经贸上不要这个巧取豪夺，过了头了。所以说美国事实上，美国中国大陆有一带一路，美国有一带一路，美国国务院有个计划一带一路，现在正在加码。要求印度参加，所以印度也不急着参加“一带一路”，因为晓得在中国大陆的主导下的“一带一路”政策下，印度大概拿不了多少好处。而且印度要求太多了，印度什么地方都需要基础建设，这个中国大陆也可能受不了这个印度的需求啊。假如要跟他改善关系，花的代价会非常高所以这四国的联盟呢，不是说没有机会，但是要看中国大陆有没有跟其他国家拉拢。的行为有拉拢了，这个4国联盟就有一点点脆弱。那么没有拉拢，那要看美国的有没有战略的决心和政治的意志，要推动这个很重要。推动，我相信少则3年，少则3、5年，多则10年，应该可以微具雏形。那这个时候呢，就比较成为一个具体而微比北约小的一个联盟体系出来。OK， 老师呢，我们想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自己身上。就是我们看这。美国总统川普12天的访问亚洲行程，他几乎是过去25年来，美国元首在亚洲待最长的时间。这里面我们看了一下，除了由宋楚瑜担任领袖代表的 APEC 之外，好像其他的场合比较少我们能够参与或是智慧的地方。那我们就想说，这样的状况之下，这样的限制之下，我们能够怎么样来让美国总统的亚洲行，
我们的利益能够得到确保，或者是把一些潜在的伤害或损失减到最低？我们其实每一次，不管是川习会还是美国总统跟中国大陆那个领导人见面，我们都会担心。第一个担心常常是第4公报。我们每次这次行前，我们看到国务院已经讲说，白宫那个伯明就是亚太资深主任，国安会的亚太资深主任说不会有了，不会决定没有，因为没有时间，谈判时间不够。对。第二个是我们联合声明也怕，我们有第2号联合声明，我们这个利益被出卖，美国同意中国大陆把台湾、新疆、西藏纳为中国的核心利益，当然是对我们不利的。所以这次呢，习近平虽然是只提到了。呼吁美国尊重彼此的主权与领土完整，对，可见并没有达成共识。对，但是呢，已经开设一个话题出来了，这个话题还会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也不要太高兴。这次没有提到台湾，并表示以后不提。等到台湾提上来，那就可能有问题就很大了。那么，所以说最好的方法当然是改善两岸关系，但看起来呢不容易做到。要我们的领导人蔡英文总统呢去改善两岸关系，可能不容易做到。那么大陆虽然已经降低了他的要求，说你只要尊重9·2共识的历史事实，那么但蔡英文还是回应说尊重9·2会谈的历史事实，那中间2个字之差就差很多了。那何况呢，中国大陆还有一个伏笔，就是你还是要接受一个中国。对。那么但是假如你有一个高层沟通管道，也许可以不要提一个中国，就告诉中国大陆说我们这边没办法接受尤其蔡英文不可能口中讲出一个中国。是。那么也许就可以，但你至少要讲出历史事。这个9·2共识的历史是，但这个蔡英文也不做了。有这个沟通管道的话呢，可能有机会把这个信息传达过去，对方也许考量到两岸关系的长期发展，可能也会就不再那么坚持。但是呢，你什么都不做，还是按照原来的一样，不单提出这个尊重9·2会谈的历史事，而且还提出4不政策。那这个大陆可能很难接受。那么，老师在这边我们也看到有另外一派的讲法，就是说，其实，在这样的态势的发展之下，某种程度会对我们有利，是因为中国需要北韩，就像是美国需要台湾，我们可以发挥我们自己小，但是刚好是一个制衡的力量，就是因为两岸的关系不若以往。反而让美国知道说，我们扮演这个很关键的一个制轴的角色。可是比较害怕的是，川普的这个商人个性跟以往的美国总统的这个政治人物来相较，我们比较难预估。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不是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很不愿意乐见秘密交易的可能？这次来看呢，我不认为有什么秘密交易。当然，习近平提了，只是呼吁而已。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你可以看到呢，北韩是被稍稍的牺牲了。是对。那我们是不是要准备被牺牲呢？多少会牺牲？川普是个商人性格，没错，但是他不会一次把台湾卖掉，他会称斤论两的卖，就跟北韩也是一样，被习近平称斤论两。他上任之前跟蔡英文通话这件事情就已经确立了，其实他某种程度的表态，需要我们，需要台湾。没有说确定，因为当时我们有普博斯在里面，虽然川普还没上任，普博斯就是前不久下来的白宫幕僚长，对我们非常友好，而且呢，他还跟那个。摩诺瓦那个一个经济专家也跟我们很好。那个时候白宫的力量蛮大，对我们来讲蛮有利的。偏偏我们呢，就是没有好好利用这个时间，就改善两岸关系，那我们的利益就更大了。假如没有改善两岸关系，那就僵持在这里。其实美国的 AIT 主席呢，莫健 Moriarty 也曾经至少有3次，我所知道3次劝蔡英文改善两岸关系。第一次是。4月23到29，他访问台北的时候，第2次是我们的国庆演说之后，国庆演说前后，那么第3次则是在19大后，他也再度希望。那才前没多久而已。对，没多久就透过在一个是国庆酒会嘛，另外一次是在就是莫健又在被邀请发表发表一些谈话，里面就提到还是希望公开讲说希望台湾跟对岸改善关系。另外，美国一个前国安会的白宫的资深亚太资深主任Michael Green 也在说过了，他说美国也许可以等待将来会回到 TPP， 就亚太。这个伙伴，亚太那个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但是台湾呢，可能时不我与。你等了，可能美国可能可以等4年，对，你台湾这4年一直空转，你没有 TPP， 你怎么去这个在亚太经济的发展中占一席之地呢？现在我们几乎变成亚细亚孤儿啊。另外
FATPP 那个也没有用，那个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组合，还没发展成型。那么 RCEP 我们进不去 ，TPP 被 cancel 掉了，哎，所以说这点是我们一个最大问题。假如 TPP 被 cancel， 我们能够在南向政策、新南向政策里面取得一些机会，比如说签订 FTA， 对。那么但是现在没有国家愿意跟我们签，因为都要看中共脸色。所以这里我们假如说是不能够发掘自己的处境的话，我们将来会可能被卖而没有反弹能力。但这个被卖指的是被美国卖吗？当然，美中可能联手，尤其台湾在走台独的时候，美国也不会客气。现在当然很客气，看起来。所以说我们也不要说认为美国现在不管我们的这个暗独。但是有赖清德的民独加进来呢，就会制造把问题变得更复杂。但其实蔡英文一直在讲，他在寻求两岸互动的新模式。他寻求大陆不同意啊。对，他的模式没有提出具体，也没有高层互动管道，那你怎么变成一个空谈？